你有冇諗過，釋迦牟尼當年坐喺菩提樹下，夜睹明星頓成佛嗰一刻，佢經歷嘅可能根本唔係一片平靜。好多人以為禪定就係要令自己心如止水，將個腦完全放空，乜嘢都唔諗。但當一個人真正進入禪定之後，佢感受到嘅一切可能會完全超出一般人嘅常識。身體明明坐喺嗰度，喐都冇喐，意識就好似擺脫咗肉身嘅限制，可以跨越非常遙遠嘅空間。外界嘅時間明明一路流逝緊，入定嘅人就可能覺得只係過咗短短一瞬間。禪定愈深，甚至仲可能出現種種不可思議嘅感受同境界。相傳虛雲老和尚當年喺終南山一入定就入咗足足半個月，但等佢醒返嗰陣，佢仲以為自己只係坐咗幾分鐘，直到佢發現煲入面嘅芋頭已經發晒霉，先知道外面原來早就過咗10幾日。點解進入禪定之後，人對時間同空間嘅感覺會出現咁大嘅變化？當一個人真正進入嗰種境界，佢嘅意識究竟經歷咗啲乜？係感官暫時停止運作，定係意識進入咗一個普通人從來未接觸過嘅世界？禪定呢套流傳咗幾千年嘅佛家修行法門，背後隱藏住嘅究竟係人類仲未了解嘅意識奧秘，定係一種超越現代認知嘅真實境界？大家好，呢度係佛道岸，今日就等我哋一齊走入禪定嘅世界。第一章，乜嘢係禪定？絕大部分人一聽到禪定兩個字，腦海浮現嘅畫面通常都非常單一。一個人盤腿坐定，雙眼緊閉，面無表情，好似老生入定，甚至似一塊冇生命嘅石頭。將禪定理解成身體唔喐或者死板咁靜坐，其實係對佛法一個非常深嘅誤解。如果單靠身體唔喐就可以證得解脫同覺悟，咁冬眠嘅土撥鼠、冬天嘅枯樹，甚至山野入面企咗幾千年嘅石頭，豈唔係全部都成咗得道高僧？要真正理解禪定，我哋一定要先撕走世俗加喺佢身上嘅刻板印象，再回到佛法源頭，睇清禪定最本來最真實嘅定義。喺中文入面，禪定其實係一個非常特別嘅詞，佢係古代譯經大師將梵語同漢語完美融合之後創造出嚟嘅一種翻譯藝術。禪係梵語禪那大呀那嘅音譯簡稱，本來意思係靜慮，即係喺寧靜嘅精神狀態之下進行深刻而清楚嘅思考同觀察。至於定，就係梵語三昧或者三摩地 samadhi 嘅意譯，意思係心一境性，即係將精神力量高度集中，凝定喺某一個具體對象或者境界之上，唔再四處散亂，將禪那嘅靜同三昧嘅定結合埋一齊，就成為我哋今日熟悉嘅禪定。佢既有靜嘅止息，亦有慮嘅明照；既有定嘅專注，亦有慧嘅覺察。禪宗六祖慧能大師喺六祖壇經入面對禪定兩個字作出咗非常精闢、非常透徹嘅解釋。外離相為禪，內不亂為定。呢句說話睇落平實，但就好似一把利劍，直接刺向生命嘅真相。乜嘢係外離相？我哋平日生活，眼睛睇到靚嘅色彩，耳仔聽到悅耳嘅聲音，身體接觸到舒服嘅感覺，又或者面對名利、地位、恭維同誹謗，個心總會第一時間俾呢啲外在嘅相牽住走。睇到中意嘅就生起貪念，睇到討厭嘅就生起嗔恨，得唔到會痛苦，失去咗又會焦慮。呢個就係住相。而外離相唔係要你拔走對眼，塞住耳仔，走入一個完全冇聲音嘅真空世界。佢係話，當你面對世間五欲六塵各種紛繁景象嗰陣，內心仍然可以保持超然同獨立，唔俾外在幻象迷惑操縱，更加唔會俾佢牽住鼻哥走。就好似《金剛經》所講，不取於上，
如如不動。乜嘢？又係內不亂。世人嘅內心幾乎無時無刻都上演緊一場風暴，上一秒仲諗住過去，下一秒已經擔心未來，一陣歡喜，一陣又跌入絕望。零碎嘅念頭好似一群甩咗韁嘅野馬，喺意識嘅荒野上不停狂奔。呢個就係內亂，而內不亂就係無論外界環境點樣劇烈轉變，無論內心嘅情緒浪潮點樣翻滾，嗰顆主宰生命嘅本覺之心始終都可以保持清明、寧靜、堅定同專注。外在唔俾環境牽住走，內在唔俾妄念擾亂，外離相，內不亂。呢個先係六祖壇經揭示嘅真正禪定。明白禪定嘅定義之後，我哋再睇下禪定喺佛法修持入面究竟扮演住一個點樣嘅角色。佛陀即將涅槃嗰陣，曾經喺《佛遺教經》入面為後世弟子留低一段非常重要嘅教誨：汝等比丘，若攝心者，心則在定。心在定，故能知世間生滅法想。是故汝等常當精勤收集諸定。若得定者，心則不散。譬如昔水之家，先至堤塘，為智慧水故，善修禪定，寧不漏失，是名修定。心生則種種法生，心滅則種種法滅。制心一處，無事不辦。呢段說話揭示咗一個非常核心嘅精神規律：心靈能量點樣匯聚，又點樣轉化。凡夫嘅心好似一盞冇聚光罩嘅普通燈泡，光線向四面八方散開，雖然可以照亮周圍，但能量非常分散，非常微弱，甚至連一張薄紙都穿唔透。我哋每日花大量心力去焦慮、自妒、計較同幻想，呢啲冇意義嘅散亂同內耗，慢慢將生命入面最寶貴嘅精神能量消磨乾淨。而禪定就好似幫呢盞燈泡裝上一塊極度精準嘅透鏡，將原本向四面八方散開嘅光線一層層匯聚，一層層壓縮，最後凝結成一束能量密度極高嘅激光。當你嘅精神力量匯聚成咁樣，一束激光，奇蹟就會發生。佢唔單止可以輕鬆穿透世俗生活嘅迷霧，仲可以一舉穿透生死同煩惱嘅堅冰，睇清宇宙萬物生滅變化嘅終極規律。呢個就係所謂制心一處，無事不辦。喺佛法、戒、定、慧三學入面，禪定就係一個承上啟下嘅關鍵。戒係守住規矩，切斷外在惡因，好似築起一幅擋風嘅牆。定係凝聚精神力量，令內心嘅狂風停落嚟，水面重新平靜。慧就係水清月現之後自然升起，可以照破一切黑暗嘅無上智慧。冇禪定做根基，所謂智慧好多時只係口頭上嘅聰明，或者哲學上嘅遊戲。佢好似風中搖擺嘅燭火，睇落有光，但隨時都會俾妄念嘅狂風吹熄，根本頂唔住現實生活嘅風浪同生老病死帶嚟嘅考驗。睇到呢度，我哋一定要再講清楚，禪定絕對唔係一種麻木不仁嘅狀態，更加唔係要將大腦變成一片空白，進入所謂催眠或者呆滯。六祖壇經入面曾經記載過咁樣一段公案。摩倫禪師寫過一首偈子，自我誇耀，話摩倫有伎倆，能斷百思想，對境心不起，菩提日日長。意思就係我摩倫好有本事，可以斬斷所有思想妄念，無論面對任何境界，個心都唔會喐。我嘅菩提智慧亦都一日比一日增長。一般人聽完，好多時都會覺得呢位禪師功夫深厚，令人佩服。不過六祖慧能大師聽到之後，非但唔認同，仲隨口和咗一首偈子：慧能沒伎倆，不斷百思想，對境心數起，菩提作魔場。六祖大師嘅意思已經非常清楚，如果修禪定修到最後，
將所有思想全部斬斷，變成一個冇知覺、冇思維嘅木頭人、石頭人。嗰個根本唔係佛法嘅大解脫，只係跌入咗無想定嘅死胡同。真正嘅禪定唔係壓抑思想，亦都唔係強行令個腦一片空白，而係一種極致嘅掌控同澄明。佢好似一位技術高超嘅騎師，騎住一匹匹性情激浩嘅野馬，亦即係妄念。一般修行人可能想將野馬殺死，但真正掌握禪定嘅人會任由野馬奔跑，自己就一直牢牢捉住韁繩，個心清明如鏡，照見一切，但唔會受到絲毫干擾。喺呢種狀態之下，你嘅意識唔單止冇停頓，反而比平時敏銳百倍、清晰百倍。你可以察覺極其微細嘅精神起伏，亦可以感受到周圍環境最輕微嘅變化，但你嘅內心就好似一片遼闊大海，任由表面風浪翻滾，海底深處依然保持住永恆嘅寂靜。呢個就係禪定嘅本質，佢唔係死亡一樣嘅沉寂，而係生命能量喺高度專注、高度覺知之下嘅終極爆發。咁喺日常生活入面，我哋究竟應該點樣具體理解心如止水同波濤洶湧之間嘅對比？凡夫嘅心同禪定者嘅心，面對世間萬象嗰陣，又有乜嘢本質上嘅分別？第二章，禪定究竟定緊乜嘢？古人常講大象無形，大音希聲，大道至簡，借物表法。禪定本來係一種睇唔見摸唔到嘅內在體驗，為咗令普通人都可以明白當中嘅奧妙，2000幾年來，佛陀同歷代祖師大德留下咗好多比喻同故事，將呢顆無形無相但無時無刻影響住我哋情緒同選擇嘅心，一點一點呈現喺世人面前。其中最經典亦都最容易理解嘅比喻就係渾水澄清。試下想象咁樣一個畫面，眼前有一潭清澈見底嘅湖水，湖底沉住一層幼細嘅泥沙。呢個時候，如果有人拎住一條木棍，不停喺水入面攪動，湖底嘅泥沙就會全部翻起。冇幾耐，原本清澈嘅湖水就會變得渾濁不堪。假如呢個時候將一粒價值連城嘅寶珠掉落湖底，又或者夜空啱啱掛住一輪明月，呢潭渾水仲可以映照出啲乜？乜嘢都映照唔到。你睇唔見沉喺水底嘅寶珠，亦都睇唔見倒影喺水面嘅明月，甚至連水面之下幾厘米嘅地方都睇唔清。呢潭不停俾人攪動嘅渾水，就好似我哋凡夫嘅心，嗰條不停攪水嘅木棍，就係我哋心入面嘅貪、嗔、癡、慢、疑。至於俾攪起嘅泥沙，就係腦海入面一刻都停唔落嚟嘅雜念、慾望、焦慮同執着。我哋每日都要接收大量資訊，要處理複雜嘅人際關係，仲要為得失、榮辱同未來反覆擔憂。外面嘅事情一件接一件，心入面嘅念頭亦都一個追住一個。日子耐咗，我哋嘅心就好似嗰潭不停俾人攪動嘅湖水，長期處於混亂同渾濁之中。喺呢種狀態之下，我哋好難睇清事情原本嘅樣，亦都好難分辨乜嘢先係自己真正想要嘅。好多人忙忙碌碌一世，到最後連自己點解而忙，究竟想過點樣嘅生活，都從來冇真正諗清楚。咁禪定究竟做緊乜嘢？禪定唔係將湖入面嘅泥沙全部舀走，亦都唔係強迫自己唔准思考，更加唔係將個心變成一塊冇知覺嘅木頭。佢做嘅其實好簡單，就係令嗰條不停攪動湖水嘅木棍停落嚟，等潭水慢慢靜落嚟。攪動一停，原本懸浮喺水入面嘅泥沙就會隨住時間一點一點沉落去。最初潭水仲係渾濁，慢慢泥沙愈沉愈深，湖水亦都愈來愈清，直到所有泥沙重新沉返湖底，原本渾濁嘅水終於恢復本來嘅清澈。呢個時候，夜空中嘅明月自然會倒影喺水面，藏喺湖底嘅寶珠亦都會重新顯露出嚟。唔係明月啱啱先出現，亦都唔係寶珠突然發光，
佢哋一直都喺嗰度，只係之前俾渾濁嘅泥水遮住咗。佛法所講嘅水清月現就係呢個道理。嗰輪明月象徵我哋本來已經具足嘅智慧，沉喺水底嘅寶珠就象徵每個人本來擁有嘅真如自性。而禪定就係透過止同觀嘅修持，令嗰顆不停向外攀援追逐嘅心慢慢安靜落嚟。當心入面嘅雜念逐漸沉澱，原本被遮蔽嘅智慧亦都會自然顯現。渾水澄清呢個比喻講嘅就係禪定點樣令內心恢復清明。但當個心靜落嚟之後，面對外界變化，人又會有乜嘢唔同？禪門入面仲流傳住咁樣一個故事。從前有一位老禪師修行多年，禪定功夫非常深厚。佢身邊有一個小徒弟，雖然跟住師父修行咗好耐，但一直心浮氣躁，一坐低腦海就雜念紛飛。有一晚深夜，山入面突然落起暴雨，狂風吹到禪堂外面，啲蔥樹不停搖晃，雷聲一陣接一陣，好似成座大山都震緊。小和尚坐喺禪堂入面，聽住外面嘅風雨雷聲，嚇到全身發抖，根本靜唔到落嚟。佢個腦不停冒出各種念頭：屋頂會唔會俾狂風牽走？外面棵大樹會唔會冧落嚟？山洪會唔會衝入寺院？佢愈諗愈驚，愈驚腦海入面嗰啲可怕畫面就愈清楚。慌亂之中，小和尚偷偷擘開雙眼，望向坐喺前面嘅師父。只見老禪師端端正正坐喺嗰度，身形穩定，呼吸平緩。外面狂風呼嘯，雷聲震耳，但老禪師依然神情安詳，好似外界所有變化都冇辦法擾亂佢內心嘅平靜。第二朝，風停咗，雨亦都散咗，小和尚終於忍唔住，連忙走到師父面前問：師父，尋晚雷聲咁大，狂風又咁恐怖，我一直擔心禪堂會俾風吹冧，根本冇辦法安心打坐。點解你一啲都唔受影響？難道你聽唔到雷聲，亦感受唔到外面嘅狂風咩？老禪師擘開雙眼，微微一笑，佢冇即刻回答，只係由台面拎起一把接線，對住小和尚輕輕撥咗幾下，跟住佢問：你感覺到風嗎？小和尚點點頭，感覺到呢陣風係呢把接線線出嚟嘅。老禪師又問：咁呢把接線線出嚟嘅風可以搖動外面嗰座大山嗎？小和尚笑住答：當然唔可以，咁少嘅風點可能搖得喐一座大山？老禪師收起呢把接線，慢慢講：尋晚嘅狂風同雷聲對天地嚟講，亦都只不過好似呢把接線輕輕搖動一樣。凡夫嘅心好似一張薄紙，外面稍微吹嚟少少風，張紙就跟住上下翻飛。修行人嘅心就要好似山一樣安穩，風可以喺山前吹過，但冇辦法將成座山帶走。講到呢度，老禪師望住小和尚，又補咗一句：風從來冇入過你，個心係你個心自己跟住風走咗。小和尚聽完，企喺原地好耐都冇講嘢，心入面忽然明白咗師父嘅意思。外面嘅風雨其實對兩個人嚟講並冇分別。老禪師聽到嘅雷聲，小和尚一樣聽到；老禪師感受到嘅狂風，小和尚亦都一樣感受到。兩個人嘅分別唔在於外面發生咗乜，而在於個心有冇跟住外境一齊翻滾。呢個就係心隨境轉同不隨境轉嘅分別。凡夫成日覺得痛苦同焦慮，好多時唔係因為外界真係發生咗幾恐怖嘅事，而係外面一有少少變化，我哋個心就即刻俾佢帶走。人哋講一句好聽嘅說話，我哋就滿心歡喜；人哋講一句難聽嘅說話，我哋又好耐都放唔低。工作上遇到少少挫折，夜晚就輾轉難眠。生活一出現變化，個心就開始反覆猜測最壞嘅結果。我哋以為自己面對緊外面嘅世界，但好多時真正困住我哋嘅，其實係內心不停升起嘅念頭，一個念頭接住一個念頭，
一種情緒又推住另一種情緒，到最後外面嘅事情仲未發展到嗰一步，我哋個心已經先亂晒。禪定嘅修持就係令人慢慢睇清楚呢啲念頭點樣出現，又點樣將我哋帶走。修行唔係令一個人從此冇情緒，亦唔係令佢對外界所有事都變得麻木。真正嘅安定係你明明知道風吹緊、雨落緊，事情亦都發生緊，但個心唔會再即刻跟住佢四圍走。古人講：風來疏竹，風過而竹不留聲；雁到寒潭，雁去而潭不留影。風吹過竹林，竹葉自然會發出聲音。風停之後，竹林唔會將啲聲留低。大雁由寒潭上空飛過，水面自然會出現倒影。大雁飛遠之後，潭水亦唔會一直捉住嗰度影唔放。禪定者面對外境亦都係一樣，事情去到眼前，佢睇得清楚，亦知道應該點處理。事情過咗之後，佢唔會再捉住唔放，更加唔會令已經過去嘅事一次又一次擾亂而家嘅自己。外面嘅風浪依然會起伏，人生亦依然會經歷得失、聚散同變化。禪定冇辦法令一個人永遠避開風雨，但可以令佢喺風雨嚟到嗰陣唔再咁容易失去內心方向。所謂百花叢中過，片葉不沾身，唔係拒絕經歷世間一切，而係經歷過後個心唔再留下無窮無盡嘅執着。咁當一位修行者真正跨過禪定嘅門檻，一步一步進入意識更深處嗰陣，佢嘅身體、感官同內心又會出現啲乜唔尋常嘅變化？佛經入面反覆提到嘅禪定境界，究竟係一種點樣嘅體驗？呢一版將雲水澄清同風雨公案分別落喺睇清內心同唔俾外境帶住走兩方面，前後銜接會自然好多。第三章超越想象嘅禪定體驗。前面我哋已經講清楚禪定嘅原理，亦都透過故事睇到禪定者同普通人喺心境上有乜分別。接落嚟先真正進入禪定最神秘亦最令人向往嘅部分。一個人真正入定之後，身體同意識究竟會發生乜嘢變化？對從來冇接觸過禪定嘅人嚟講，打坐好似只係盤腿坐喺嗰度，忍住腳麻、腰酸同漫長嘅無聊。但喺居舍論、瑜伽師地論、清淨道論等佛教典籍入面，禪定唔係簡單坐住唔喐，而係一套層次分明、一步步深入嘅修行過程。表面睇，修行者只係安靜坐喺嗰度，但喺佢身體同意識深處，一場細微而深刻嘅變化早就已經開始。當修行者將注意力持續放喺呼吸或者某個所緣境上，雜念慢慢減少，身體嘅沉重感亦開始減弱，佢就會逐步靠近禪定門檻，進入色界初禪。佛法將初禪稱為離生喜樂。所謂離生喜樂，係指一個人暫時遠離慾望、煩惱與紛亂嘅念頭之後，內心自然生起嘅一種歡喜與安樂。進入呢個階段之後，修行者喺身心方面通常會出現兩種明顯感受。第一種係身心輕安。平日我哋好難完全忘記身體嘅存在，膊頭同頸會攰，腰背會痛，雙腳會麻，肌肉亦會繃緊。坐得耐，身體嘅沉重同不適就會不停提醒我哋佢仲存在。但當禪定慢慢深入，呢啲粗重嘅感覺可能會慢慢減弱。佛教典籍將呢種狀態稱為輕安。修行者會覺得身體越來越輕，原本繃緊沉重嘅感覺慢慢鬆開，有時甚至會覺得身體邊界變得模糊，好似四肢、軀幹同外在空間慢慢融埋一齊。腰酸、腿麻、疲憊和困倦亦都會隨之減輕，取而代之嘅係一種輕鬆、通暢而安穩嘅感受。第二種
係禪悦發起，世俗中嘅快樂大多來自外界嘅刺激，食到中意嘅食物會覺得滿足，睇到靚嘅景色會感到愉悅，得到讚美、財富同地位，亦會令人短暫興奮。但呢啲快樂通常嚟得快，去得亦快。刺激消失之後，滿足感亦都會隨之減弱，有時仲會留下疲憊、失落和更強烈嘅慾望。初禪中嘅喜與樂就有所不同，佢唔係依靠外在事物帶來嘅刺激，而係喺雜念減少、身心安定之後，自然從內心生起嘅一種清靜喜悅。大智度論中曾用3個比喻來形容呢種感受：如人熱得涼池，如貧得寶藏，如病得妙藥。就好似一個人喺酷熱之中忽然跳入清涼水池，又好似一個窮人得到寶藏，或者久病嘅人終於得到良藥。嗰種喜悅不只係情緒上嘅興奮，仲伴隨咗一種深層嘅放鬆與安穩。修行者會覺得身心被一股溫和而充盈嘅力量包圍，原本嘅焦慮、疲倦同壓抑好似暫時被洗走。佛教常說禪悦為食，想表達嘅正正係呢種狀態。當身心進入深度安定之後，人對飢餓、疲勞和外界刺激嘅感受可能會減弱，精神亦都會顯得更加充足。不過初禪中嘅喜樂雖然美妙，但係並唔係修行嘅終點。如果修行者沉迷於呢種舒適和歡喜之中，將佢當成最終境界，就可能落入佛法所講嘅貪住禪味。因為真正嘅禪定不只係為咗追求舒服，更重要嘅係借助內心嘅安定，進一步生起智慧。隨住定力繼續加深，修行者會從初禪進入二禪、三禪，最後去到四禪。二禪叫做定生喜樂，三禪稱為離喜妙樂，四禪則稱為捨念清淨。越往後，心入面嘅波動越少，內在也越安靜。去到四禪，連初禪同二禪入面明顯嘅歡喜感亦會逐漸平息，因為再強烈嘅喜悅依然係一種波動。只要個心仲有波動，就代表仲有好細微嘅攀緣同執着。四禪中嘅捨念清淨，就係連呢種喜悅也放低之後出現嘅一種更加平穩清明嘅狀態。呢個時候嘅心好似一面冇塵埃、冇漣漪嘅鏡，冇明顯嘅痛苦，亦都冇強烈嘅興奮，只有一種極其安靜、平衡而清醒嘅覺知。修行者唔係昏沉，亦都唔係失去意識，而係喺高度寧靜之中對當下保持清楚嘅覺察。隨住身體越來越放鬆，呼吸也可能變得非常細微，身體嘅消耗隨之降低，外界時間嘅流逝感亦都會慢慢變弱。有啲修行者出定之後會覺得自己只係坐咗一陣，但外界原來已經過咗好耐。不過禪定本身依然唔係佛法修行嘅最終目的，佛法真正重視嘅係由定發慧。如果將深度禪定比喻成一間安靜穩定嘅實驗室，咁智慧先係呢間實驗室入面真正要觀察同發現嘅事物。平日我哋心念太多，情緒太亂，好難睇清自己嘅念頭點樣升起，又點樣消失。但當個心真正安靜落嚟，修行者就可以更加清楚咁觀察身體、情緒同念頭嘅變化。佢會發現身體唔係一個永遠不變嘅整體，而係由各種條件暫時組合而成，每一分每一秒都喺度變化。生、老、病、死亦唔係突然發生嘅4個階段，而係由出生開始就一路持續緊嘅變化過程。當佢睇清呢一點，對身體嘅執着就會慢慢減輕。佢亦會發現腦海入面嘅念頭睇落好真實，但其實就好似水面泡沫，不停出現又不停消失。一個念頭啱啱升起，另一個念頭已經取代咗佢。情緒係咁，慾望係咁，就連我哋一直緊緊捉住嘅自我，
亦同樣處於不停變化之中。當修行者持續觀察呢啲變化，佢會慢慢明白，所謂固定不變嘅我，好可能只係記憶、身體、情緒同念頭暫時拼埋一齊嘅感覺。佛法所講嘅五蘊皆空，唔係話世間乜嘢都唔存在，而係話一切事物都依靠條件而出現，亦會隨住條件改變，冇任何嘢可以永遠保持原樣。當呢個唔再只係書本上嘅道理，而係變成修行者親身體會到嘅事實，佢對得失、榮辱、生死同外界評價嘅執著亦會開始鬆動。過去令佢痛苦嘅事情未必會即刻消失，外面嘅世界亦唔會因為佢入定而停止變化，但佢個心唔會再好似以前咁輕易俾每一個念頭同情緒拖走。恐懼出現嗰陣，佢可以睇見恐懼；欲望升起嗰陣，佢亦可以睇見欲望；痛苦到來嗰陣，佢知道痛苦正在發生，但唔會再即刻將自己完全交俾痛苦。呢個就係禪定帶嚟嘅真正自由，唔係成為命運嘅絕對主宰，亦唔係從此擺脫所有煩惱，而係煩惱出現嗰陣，依然可以保持清醒，唔再俾佢牢牢控制。佢開始明白，人生好多痛苦唔完全來自外界，而係來自我哋對外界嘅找取、抗拒同反覆糾纏。當呢啲執着慢慢放低，內心就會生起一種更加寬廣、更加平等嘅慈悲。佢唔再只係由自己嘅得失出發去睇世界，亦更加明白眾生都喺各自嘅煩惱同執着入面掙扎。佛法所講嘅自在，並唔係躲進一個冇風雨嘅世界，而係身處風雨之中，內心依然保有方向。所謂心安茅屋穩，性定菜根香，講嘅正正係呢種狀態。住喺邊度，擁有乜嘢，已經唔再係安樂嘅唯一來源。當個心真正安定落嚟，就算生活簡單，亦可以感受到踏實。就算外境不停變化，亦唔會輕易失去內在平衡。呢種境界聽落好似離普通人好遠，但佢唔係只有古代高僧先可以觸及嘅神話。禪定嘅層次可能好深，但最初嘅起點其實只係學識停落嚟，睇清自己嘅呼吸、情緒同念頭。咁生活喺21世紀嘅我哋，每日俾工作、家庭同各種資訊推住向前走，又應該點樣將禪定帶入日常生活？我哋又應該點樣由最簡單嘅一次呼吸、一次專注開始，令呢套流傳咗幾千年嘅修行方法真正幫自己減少煩惱、返內心嘅安定。第4章，禪定對現實生活有乜意義？聽到呢度，可能有啲朋友會覺得禪定聽落的確好神奇，但嗰始終都係高僧大德嘅修行。普通人想去到嗰種境界，好似只可以遠離塵世，住入深山古寺，放低工作同家庭，一心一意打坐。但我每日要逼地鐵，趕住返工，仲要面對樓安、車貸同一大堆家庭瑣事，咁樣嘅生活邊度仲有時間修禪定？如果你都有呢種諗法，其實好正常，因為好多人一提起禪定，腦海浮現嘅都係高僧閉關、深山靜坐嘅畫面，好似一定要遠離人群，放低一切先有資格講修行。但禪定唔係要人逃避生活，亦唔係只有出家人先可以修。佢真正要處理嘅，正正係我哋身處日常生活嗰陣，內心不停出現嘅混亂、焦慮同不安。我哋生活喺一個資訊極度密集嘅時代，手機差唔多每時每刻都彈出新消息，工作群組、新聞、短片、社交平台不停搶住我哋嘅注意力。我哋啱啱睇完一條資訊，下一條又即刻彈出嚟，啱啱放低一個念頭，新嘅焦慮又跟住冒出嚟。時間耐咗，人雖然一直忙緊，但個心就愈來愈散。返工嗰陣諗住屋企仲未處理好嘅事，陪屋企人嗰陣又掛住聽日嘅工作，好不容易瞓到床上，個腦仲不停回想過去嘅遺憾，
又擔心啲未發生嘅事。人明明活喺今日，個心唔係困喺尋日，就係提早跑咗去。聽日真正屬於眼前嘅呢一刻，反而好少俾我哋認真感受。禪定要做嘅就係將呢顆四圍走嘅心慢慢帶返當下。你唔需要即刻出家，亦唔使特登躲入深山。禪定嘅核心可以簡單理解成一句說話：而家做緊乜，個心就安住喺嗰件事上。食飯嗰陣就好好食飯，唔再一邊撳手機一邊匆匆將食物塞入口，而係將注意力放喺眼前呢一餐，感受食物嘅味道，留意咀嚼同吞咽嘅過程。呢餐飯可能冇變得更加豐盛，但你個心終於唔使同一時間追住10幾件事。行路嗰陣就好好行路，唔使每一步都諗住仲有幾多路，又或者下一步仲要處理乜。你只需要感受雙腳接觸地面嘅力量，留意呼吸節奏，感受迎面吹嚟嘅風，個心慢慢由紛亂嘅念頭入面收翻嚟，腳下每一步亦會變得更加安穩。工作嗰陣就專心處理眼前呢一件事，面對堆積如山嘅任務，唔使一開始就俾所有事情同時壓住，先將注意力放喺眼前最需要完成嘅一步，做完一件再處理下一件。當個心唔再四處分散，好多原本睇落雜亂無章嘅問題，亦會慢慢變得清楚。呢個就係禪門所講嘅行也禪，坐也禪，語默動靜，體安然。禪定並唔係一種遠離生活嘅特殊狀態，食飯、行路、工作，甚至同人講嘢嗰陣，只要個心清楚，知道自己做緊乜，唔俾無關念頭不停拖走，呢一刻就已經有禪定嘅意味。所以禪定唔係教人逃離風雨，而係令人喺風雨入面依然企得穩。生活入面嘅問題唔會因為打坐而全部消失，外界亦唔會按照我哋心意停止變化。但當內心慢慢安定，我哋就唔會再俾每一次變化輕易帶走。呢個亦都係佛道案呢個名想表達嘅意思。佛法成日將人生比喻成一片苦海，有人困喺名利入面，想得到但永遠覺得唔夠，已經擁有又驚會失去。有人困喺感情入面，放唔低一個人，亦走唔出一段已經結束嘅關係。有人承受住疾病、衰老同離別，睇住熟悉嘅人同事物一點一點發生變化，自己卻無能為力。每個人遇到嘅煩惱都唔一樣，但痛苦嚟到嗰陣，我哋好多時都會有同一個念頭，希望有人出現替自己解決眼前所有問題，又希望有一股外在力量可以將自己直接帶嚟呢片苦海。但佛法所講嘅道，唔係等人哋將我哋抱上岸。法句經中講：自為自醫，他人何所醫？自調伏善者，得難得醫。罷練真正可以長久依靠嘅，始終係呢顆經過調伏、慢慢清醒嘅心。當你開始睇見自己嘅念頭，知道情緒點樣升起，亦知道自己點解會俾慾望同恐懼牽住走，你就唔使再任由佢哋擺佈。煩惱依然會嚟，生活亦依然會有風浪，但你開始知道風浪係風浪，自己係自己。你可以害怕，但唔使俾恐懼完全控制；可以經歷失去，但唔使永遠困喺失去入面；可以面對慾望，但唔使俾慾望牽住走。禪定就好似一支船槳，佢冇辦法令大海從此冇風浪，但可以令你喺風浪嚟到嗰陣，依然有能力調整方向，唔至於隨波逐流。所謂渡到彼岸，亦都唔係從此進入一個冇煩惱、冇痛苦嘅世界，而係當煩惱再次出現，你已經唔再好似以前咁慌亂。當生活發生變化，你依然可以睇清腳下條路，岸未必喺好遙遠嘅地方。當個心唔再俾過去拖住，亦唔再俾未來嚇到，可以安穩活喺當下，呢一刻你就已經向彼岸行近咗一步。希望屏幕前每一位朋友都可以喺忙碌同喧囂之中，為自己留低少少安靜時間，由一次呼吸開始，
由一個念頭開始，慢慢將散亂嘅心收返嚟。心若安定，腳下就有方向。靜心、觀心、自性自度，呢度係佛道岸，我哋彼岸見。